大鼓励，嗨！嘛真感谢咱所有的家长吼，安尼逐日吼早起的营暗吼，拢甲因接送，啊，或者囡仔来遮有真美好的学习。虽然外面吼，伫即礼拜有真侪落雨的时间啦吼，所以上帝赐咱一个安尼地下性吼，较大风大雨拢无感觉，啊，都大家足快乐安尼吼。啊，所以对早起的8点啊到下晡5点吼，这4点啊，这是上帝恩典。啊，咱也通过遮的小朋友因伫遮所得到的学习，今年的主题足特殊啦吼，就是讲天才好管家，拄在因咧唱歌，就是对细汉的时阵，后些囡仔都会了解要安怎管理即个钱，钱是中性的，但是你安怎用，差别足大。有人较侪钱都无够用，有人感觉讲这钱真宝贵，啊用了啊足快乐。啊，足富足的，啊，这拢是对细汉都爱养成的习惯。啊，咱毋望啊，这4天的学习或者是细囝，今仔日要结业啦吼。特别有真侪20-30位是咱社区的小朋友，愿主继续赐福因，互因领受的这个，毋是干那一个一生实用的知识财物，而且也有主的听、主的信仰伫因身上。咱要做伙来分享主的话，啊，咱大声来做祈祷。主啊，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为你的听，互阮伫风雨中有阮有主你的同在甲保守，这是阮对你领受上大的祝福。主啊，阮也要通过今仔日的圣经的话来学习敬虔操练的要紧，以及阮甲主相同行，领受迄个上至宝贝属天的祝福。我们三个学习，愿主你亲自来带领引带。来感动阮伫你面前所领受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啊，咱看到这个主题，咱知影伫这几礼拜来，咱拢用同款敬虔的操练啊，各层面有8项啊实践主迄个敬虔的道理来学习。啊，今仔日咱要最后伫这个暑假7月开始。啊，咱做伙领受即个，大家有分3cấp来进行伫咱敬虔的操练，有侪需要鼓励甲学习的，也愿主通过今仔日的学习，啊，咱伫今年啊，咱能行一个安尼敬虔操练，更较进一步的习惯。当咱有读圣经节，即个经节咱提摩太前书的4章70到80，这是咱。即几礼拜拢有读的主题吼，啊，我要招咱吼来读一遍，你会较有印象好无？咱对70的后壁段，咱预备来，为着敬虔的生活，要继续操练家己。第8节，操练身躯有淡薄利益，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今甲将来活命的应允。讲敬虔。的生活都爱操练，这个意思是讲，身躯的操练有利益，毋过是有限；但是敬虔的操练是永久的，佫有生命活命的应允吼。啊，今仔日咱有佫读到第2段吼，的经节嘛真短吼。雅各书1章22节，这嘛真短，咱佫来读一遍会较清楚。做伙来，着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讲到实行道理，甲实行落去，啊，毋通骗家己。意思讲，家己讲拢家己安慰的啦吼。啊，简单听就好啊啦，听道理就好啊。伊讲都爱行道理安尼。啊，咱所3个学习的，就是对中会推动这个敬虔操练的8步。啊，咱拄则有读到这个经节讲，敬虔是哪有利益？毋若是伫咱生命有利益，嘛是生活的应允、后命的应允。啊，讲到遮，咱兄弟姊妹拢有一个理解吼。咱真侪代志，咱做真侪代志，拢是出于你的动机，对毋对？比如讲，哦，我即阵感觉到讲吼，安尼倒一个路边摊的好食吼，啊，你一旦若想到吼，你好像无去食，就感觉这代志袂解决啦。啊，迄就是一个动机。啊，有真侪代志吼，你感觉讲
即个应该做无应该做，有时是足侪代志是毋免做的。但是你有即个心理，有迄个心意甲动机，你就想要去做。但是，若是迄个动机是对你的生命有利益的，对你的健康是有利益的，对你的人生是有利益的，你甲训练做一个习惯，安尼你就是逐日拢在往即个目标咧迈进。啊，你若迄个动机有小可差错，也是无法度人真正帮助你，啊，你会惯死伫遐，爱愈立愈深就对。啊，这就是咱要推动敬虔操练迄个上重要、迄个核心的目的吼。啊，所以咱这8步，事实毋是困难，是你有心要做，也是讲要做看嘛呢？互我会当搁较进一步来操练无？啊，咱这3张图，咱拢有用图卡送互咱大家，外面嘛有搭。中间一张就是专门针对兄弟姊妹的吼。今日咱要做一个结论啦，就是讲，啥中会安尼遐功夫，就要推动即个敬虔8步。啊，即个代志是毋是一个活动？啊，就像烟火啊，扑一个啊，就过啊。事实，即个敬虔8步的操练，就是中会有一个足深的心意。咱280几间的会友吼，逐个人感觉讲啊，这有意义，这真对我有帮助，大家做伙来操练。就亲像讲，咱大家要做伙训练，讲啊，咱的运动啊较进步，咱的体力更较好，啊，咱的肌肉更较结实，啊，大家做伙来努力。啊，一个咧拍拼，有可能无够，做伙做伴，做伙鼓励，做伙来操练。安尼你就会互相督促就对，互相来鼓励，互相来提醒。啊，他有一句咱常常听见的话啦吼。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啊，这句话咱拢真熟，因为这句话是出名的英国的哲学家所讲的。但是这个知识安怎加做力量，这就是咱今仔日大声要想的。英国的这个哲学家叫做法兰西斯·培根，伊一句名句就是讲：知识就是力量。到伫当时迄个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伊讲的目的是讲。迄个时代社会有真侪人是知识是无完整的，是毋捌的。啊，所以你若捌，你就有开力。啊，所以迄个时阵，迄个时代，但是到今仔日 ，Google、AI 一大堆知识，你免讲读博士啦，我若会晓是操作即个手机啊，我就知识甲你要差不多啊。咱顶礼拜，咱的艳芳姐妹吼，有甲咱的双年吼，讲来研究 AI 啦。哦，大家咱这长辈哦，学啊欢喜甲，来甲家己的少年时代的图的相片哦，甲输入去。哇，一张一张拢啊，这绅士淑女拢出来安尼。啊，你想到啥要甲问吼？讲啥物？你也要讲你的心情的故事，人 AI 咪来甲你讲安尼。啊，这什么意思？即马知识吼，若有用咱的话讲，知识越来越廉价，吼，毋免去倒去读大学，一寡知识你都拢有啊，伫线上都拢有啊。啊，所以咱今仔日特别是现今这个时代，知识的传播，若有心要学的人，敢若网络你都学袂了啊。啊，所以要咱互伊真做开力，就是行入咱新的时代，一个真需要去提醒的所在。因为伫经验上啦，吼，经验上，真侪时阵知识无完全拢等于是力量，无完全是。安怎讲呢？有一寡数字，互咱会有即款的感受。咱台湾的金融研讯学院伫2022年有调查，讲有7成的少年人有迄个理财知识，拢知。就像咱今日小朋友，因来4天诶。天才好管家学了啊！啊，等于是吼，父母也无咧甲训练啦。囡仔是讲啊，我学啊，就来遮快乐唱歌吼，啊，食好食的，安尼转去都袂记去啊。啊，用钱的习惯嘛是照顾啊。啊，爸爸妈妈也无甲伊讲，啊，你伫主日都夏令营上的即个吼，讲你都爱一部分来欠起来呢。
啊一部分爱做公益呢？啊，你有安尼做无？啊，若无做，就是回归原形啊，敢毋是？伊讲有70%的少年人有理财知识啦，但是超过一半无法当转做实际的行动。意思讲有知啊，毋过都无做啊。少年人无钱嘛是无钱，月光族啦，哦，靠霸族啦，然后搁继续。但搁有一个调查，就是国健署，伊调查讲，大家人拢知运动对身躯健康有利益，但是伊调查吼讲实际在运动的人口，也是讲常常在运动的人口啊，无到1/3啦。青少年吼靠身体用吼，也毋免运动啊，所以20%以下。啊，这是咱台湾实际研究的咧，就是讲大家知影爱迄个财务，爱晓管理，爱运动，但是实际效果、实际进行拢无啦。美国有一个中央的迄个疾病管制局有调查讲80%的人知影讲爱少糖少油多运动，但是会当持续的吼，持续一年实践的无到20%，100个吼无20个照安尼做的啦。吼，啊，拢有拄着啊，拄着就讲都有病啊，发病啊，医生讲袂使啊，啦勉强都已经拄着啊，哇，无安尼袂使啊，伊过来就身体开始艰苦啊呢。啊，所以这个是啥物意思？即甲咱讲，咱毋通伤靠稳，讲我知，吼，我知无效，就是讲我要做。啊，这进行到遮，就是有实际学术的研究哦。有一位2位美国的教授吼，斯坦福大学这出名的大学的教授，因做写一本册，讲知识甲行动的鸿沟啦，知识、知、捌，甲要正讲要做，中间一个交足大安尼。伊研究是企业，伊讲真侪企业甲个人常常知影应该要安怎做，但是无去做，知要做无做。讲这个落差，互这个组织、互这个机构、互这个公司袂当进步，个人呢嘛袂当提升就对啦。讲这是上大的障碍。所以讲到这，法兰西斯培根讲的知识就是力量，毋是毋对，但是爱加上一个前提啦。特别今仔日这个时代，所以后来有共款出名的学者伊安尼讲。美国的教育家就是咱知影出名的杜威，伊讲知识若无转做行动，就是等于无知识。安尼即句话更较坦白，你若无行动等于无知识啦。吼，若用咱今日这话来讲吼，就是讲头壳足大粒啊，头大四肢无力安尼。读壳逐项拢吸收足多，毋过手都无力通做，骹无力通做，通行，头重脚轻。这个出名的管理学者叫做彼得·杜拉克，伊嘛讲类似的话，伊讲知识本身毋是力量，毋是力量，本身毋是力量，伊就是一个物件伫遐，但是转化做有效的行动的知识才是啦。知识加上行动就对啦。这两项袂使偏差，你若毋对的知识，你做毋对去啊，安尼嘛毋对，嘛无好。你的知识无正确啊，你做错误，无彩你都无用。但是你有正确的知识，佮加上有效的行动，才是安尼。这是咱这个话伫这彼得·杜拉克所讲的。所以兄弟姊妹，咱这几礼拜咧推动健康的操练，你就了解讲，事实这8项大家嘛知，但是你有去做无，较要紧。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咱常常过度的这个简化、较误用啦吼。因为敢若知影袂当改变生命，真正的快乐，毋是知影什么，是实践什么啦。知啥话实践什么？事实这个无什么深的道理。我相信咱在座若是教囝的人，上会当体会到这项。咱教囡仔生活安怎用，开钱要怎用，读册安怎读。囡仔若个因就讲我知啦，你即句你就甲应落啊，讲知就知咧，去做啦，咱拢实际安尼嘛。
所以真侪生活的知识，咱拢爱去做。咱今仔日咱的夏令营有去学到遮尔多宝贵的知识。事实吼，这原始的迄个理念是对圣经来。上会当实践着圣经的，就是咱知影有一个民族叫做犹太人。犹太人吼，就是因对细汉伫家庭内面，因就是甲遮个有效有路用的知识伫家庭的中间实践出来。所以因一面教导因的囡仔，就爱照起工来读五经圣经的教师，因的指导一方面，伊嘛教伊讲安怎互你的钱活用。所以对囡仔开始引导，拢已经学习着啊。甚至吼，伫细汉都会晓安怎做生意。所以咱讲犹太人吼，全世界上好野的人，毋是因吼有啥物才能啦，是因为以前对细汉就养成习惯，因为犹太人这两三千年来拢是伫逃亡嘛，因亡国。所以因伫迄个生活逼迫的中间，因家己就互相提醒操练。讲你带金银财宝吼，你敢若盗难咧走吼，你保存会条加好康，人若甲你迄个对敌甲你梳渣，甲你抢夺去，你要哪扣，要哪欠？伊讲带会走的能力才是财宝。犹太人家己安尼讲，因为因家己的生活就是安尼。早会叮当的迄个技术，才是财宝，就是讲你有知识，你阁有迄个技巧，所以你走到倒吼，你拢毋惊去夭着。你若身躯地一大堆黄金宝石吼，半路无去你就规个拢无去这是犹太人的生活哲学，迄嘛是因对苦难中所操练出来。但遐尼是袂，知识咱都爱甲运用有实践，就是咱拄只雅各书1章20节所讲的。只是恁都爱行道，毋通单单听道，家己欺骗家己。这是好学本，大家拢会晓背的，就经在讲，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雅各真清楚甲咱讲，听道的人若无去行，就是咧骗家己啦。咱拄则有读过台语的吼，这段经文。所以咱常常掠做我已经知，掠做你就是已经做到。这就是上大属灵命的错觉，知啦。这嘛是魔鬼的陷阱。以早咱捌讲过吼，台湾的教会的会友有一个口头语啦，讲你是听道理的吼，听道理有点仔对你尊敬讲你听道理意思讲你有去教会安尼。当你听到这句，人甲你讲你是听道理的吼，事实人后壁无问是讲你有行道理无？你有甲道理行出来，是你听？咱台湾一句话讲了足粗俗，伊讲听罔听，听对家只偏哈呢吼，就听就无用无咧用吼，你的行为行做无真正实践伫你的生活中间。举例咱拢知影，你参加健身房的会员也捌去报道你买维他命拢放伫互伊过期毋捌咧食。你吼讲倒位的有机蔬菜真好，你也转去也无要处理你这本册真好，人甲你介绍，你有买你都无看，你等于有做哪无做的就对啦。所以像即位，今仔日咱要邀请会友做伙来实践之敬虔8步吼，毋是咱之前有讲过，毋是讲教会要加什么功课互你啦，加什么要求互你，是要邀请咱大家借这个机会，大家做伴有伴大家做来杀大家做伙来努力互咱提升咱属灵的灵命的进展安尼。所以咱配合中华介绍推广的敬虔8步吼，咱搁复习一个，拢真简单。第一，每日灵修；第二，守主日；第三，有做家庭的礼拜 RPG；第四，咱会当家庭聚餐来和乐做伙；第五，爱尊敬父母；
第六爱11奉献，上无至少有迄月定的奉献。第七，咱推动白纸报道，甲人介绍福音。第八，你会当做家庭的度假，经历到迄个家庭的喜乐甲和谐。简单讲，即8项甲2项尔啦，一项是甲上帝的关系，一项是家庭的关系。有一个和乐的家庭，有一个美好的信仰，安尼就对。啊，咱用迄个较实际的方法，啊，拢甲你定数字出来，比如1个月1改，1礼拜1改，1年1改，逐日，吼，啊，咱逐日、逐礼拜、逐个月，啊，1年1摆，吼，遮拢用咱的数字啊来做咱一个检验，讲，我有安尼做无？啊，所以这毋是困难，是在于讲，啊，我知有要操练无？有几项的提醒，第一。这个敬虔8步毋是结束啦，是开始。大家要开始，毋是一个知识清单，讲哦，列啊，这个表做啊足水，是操练的蓝图。好像讲啊，我开始要训练马拉松，啊，我着按怎一步一步训练。啊，所以毋是真理，甲你累积起来啦，是要安怎，互你生命得到翻转。毋只是啊，是讲义的标题吼，啊，是要成做咱生活的一个习惯。所以咱若停留伫知明白学晓，但是你无去操练，无去进步，无去调整，啊，这个敬虔8步就真正是干那灵敏的资讯尔定。迄甲讲，咱手机啊一个字类一大堆，吼，一大堆讲义资料拢有啊。这个毋是敬虔的生命。第二，无操练，咱三个。较容易有诶借口，吼，就是讲你定定有即个借口。第一，啊，我无时间啦，即个是逐人拢会拄着诶。我无时间，伊诶真相是啥物呢？毋是无时间，是你时间有等于价值无？我感觉这足重要，你都有时间。你若讲无要无紧吼，连时间都拢无。啊，这是咱毋是咧讲别人，咱讲家己，咱家己拢会拄着吼。啊，就是啊，未逼着啊吼！啊，咱应该训练的，应该做的，咱做袂着，啊，时间到啊，才逼着。啊，所以你若感觉看重这项代志，你就有时间会出来。马太福音6章21节，咱顶礼拜有讲着，讲你的财宝伫倒，你的心也伫倒。啊，咱通常即句话的解释是较负面的，就是讲啊，你都沉迷伫钱财，你都无心伫别项嘛。但是今仔日若改变讲。你的时间伫倒，你的心也伫倒，安尼就正面的意义啊。意思讲，你甲时间用伫有效的，对身体有帮助，对灵命有帮助的，啊，你的重心，你的努力会伫迄个所在。所以时间无够，毋是你行程伤满啦，是你的优先的次序有对啊，毋对。咱一日。大概兄弟姊妹，咱逐个人拢有遐个代志啦。啊，你看列清单有无？啊，有一寡学过管理知识的人拢会知影，有4个象限，吼。啊，有诶是紧急的，啊无重要；啊有诶是无紧急，但是真重要；有诶是无紧急嘛无重要。啊，这4项，啊，你来去想讲，什么是要紧，啊，佫重要。啊，有诶是要紧，啊，你无做嘛，不要紧。啊，所以这个拢是咱会晓去判断，会晓去判断。啊，所以当你讲无时间的时阵，其实你是咧讲即件代志对我无要紧、无重要。啊，咱上容易发生的错误是啥物呢？讲啊，咱吼家庭吼，啊，久久爱聚餐一遍啦，吼，啊，咱这亲人爱见面一遍啦。你拢是讲啊，不要紧啦，有闲得来啊。咱拢定定会拄着，突然间收到一张福音，讲咱某咪上某咪长辈过身去啊。讲哎呀，从早讲要去遐看一下，拢无啊。啊，你又感觉无重要啊，所以要去行袂到啦。啊，人已经接到福音啊，你去看，无意义啊，敢毋是？咱嘛有常常讲，大家有机会兄弟姊妹斗阵。大家亲人斗阵，你就讲啊，不要紧啊，有闲得来啊，啊，永远拢无用。啊，这拢是咱
生活上，特别是即个社会有真侪的代志，毋是你家己买，是加落去的，公司的代志，咱的团体的代志，所以遐尼实话，定时伫主的面前，逐日伫咱灵修中间，甲主问讲：主啊，今仔日我要做遮侪项，求你互我知影，什么是上重要，什么是上要紧的。你甲次数排了，你有一寡无要紧的事，你就会暂时甲放开啊。咱台湾出名的宣教师，就是马偕牧师啦。伊是北台湾的宣教的先锋。伊初来的时阵哦，迄阵也无车，嘛无逐项的迄款交通工具，拢是用行路的，拢是用行路的。伊一日大概要行30公里，30公里什么概念呢？咱台南到高雄差不多55公里啦。若开高速公路，伊的数字跳表是55公里。所以你若行30公里，大概对台南行到桥仔头，一日哦。到北台湾，逐个庄脚拢去探访，因为逐个拢有一庄的教会嘛。骹吼拢起拍啦，骹底拢起拍，落大雨嘛无停啦。人就甲问讲马偕牧师啊，你是安怎都爱遐尼拍拼啦吼？你骹用骹尾嘛免行遐济安尼。马偕牧师安怎甲应？马偕牧师讲：我无感觉我失去什么，因为我的时间毋是开去啦，毋是花掉啦，我是投资伫永恒的内面。伊感觉去关心到一个艰苦人，伊去帮助一个人来领受道理，这个是伊的投资，用一日30公里，骹行路。骹破皮，但是投资着即个人得到救，伊得到生命活命。伊讲我是投资伫永恒，尼表示讲，伊感觉行路真忝无毋对，但是伊感觉有价值。咱是大人伫摇囝，就是你感觉这有价值，所以你半暝爬起来，爱甲囡仔款，甲伊换药珠甲伊饲呢，就是你知影有意义嘛。若无，大家嘛要好困较好啊。这是第一项，时间是价值的问题，毋是有甲无的问题。第二，咱第二个错误就是讲，我惊做袂好，毋敢做。上帝毋是爱咱完美啦，是爱你开始。所以信仰毋是一场比赛，是一个旅程。是安那咱无愿意做属灵的操练呢？比如读经、甲主同行，咱拢知影讲应该做，但是你有想讲我惊做袂好，毋敢做。心伤大，还是讲期待伤大，毋过安尼做袂到，所以宁可莫做安尼。有时讲我无够熟练，我无遐尼坚持，若假使我开始搁停去安尼会真歹势，安尼吼，毋知上帝失望袂安尼。事实吼，咱爱破除即款惊的观念啦。咱太习惯用表现来评断咱的价值。讲人一年读一本圣经有够厉害呢？我读袂够，我足输人足多，用表现来评断。第二是上帝看重你愿意的心啦，毋是看重你讲有完美无。你讲我好，别人比你较好啦。真侪人去读咱台南也是全国迄好的学校。伊讲我伫我的学校原来的学校。感觉拢是1:1的学生一个去到迄个名校，讲哇，头前比我较高的天才有够多啦。你感觉讲要比较会对吗？上帝无咧甲你比较讲什么人的信仰上好，比较讲什么人你读圣经比人较济。上帝爱你是讲你有愿意无？主啊，我愿意。虽然我读册足慢，咱特别为长辈读圣经读目睭会酸啊。你要一日读伤多，你目睭袂堪一啊，你都甲分担嘛。所以你有愿意无？比你完美更较重要。第三，敬虔的操练就是囡仔咧学行路，毋是你做了好，上帝才听你啦，是伊听你，才招你做伙行。咱常常伫主的面前，拢会想讲：哎呀，我足卑微啦，袂堪一啊，我要服侍无落来啦。人迄敬拜团唱歌偌好听的，我这个好有声去甲迄个去食后安尼，毋知袂晓唱安尼，你就连唱都毋甘唱安尼，这毋是，这上帝爱你愿意做，伊听你。
甲伊同行。第三，我信心伤少。基督徒常常讲我信心伤少，毋敢操练，这是一个属灵的借口啦。你看，连大笔连以利亚，连这个属灵的这领袖拢有信心软正的时阵啊，所以毋通讲啊，我信心无够，所以无愿意操练。所以属灵的借口是把信心当作条件，毋是操练的起点。你讲啊，有信心无信心，假做你要做毋做，是你都爱开始做。第二，上帝能力有错误的人物，你敢若看见家己的有限甲软弱。第三，将敬虔的生活看作表现，毋是关系。敬虔的生活毋是讲上帝爱我一年读一摆，啊，我伫上帝面前就加分，毋是啦，是因为你甲伊的关系亲密。我可能一日干来咱读10节嘛袂要紧啦，因为这是你甲上帝迄美好的关系。第三，咱实践需要纪律，需要敬虔生命的坚持。是安怎呢？讲任何敬虔的操练，拢需要一个纪律。纪律就讲有一个顺序，一个纪律。有一个属灵的老师安尼讲，属灵的成绩90%是建立伫每日的坚持内底。亲像运动，毋是一摆你就走10公里，你一日1公里就有够额。毋是亲像欠钱，毋是一届我都要欠我10万，你一个月欠1000是较完成，较紧完成。所以这就是一个开始，一个原理。真侪基督徒错误感觉讲感动才要做啦，有感觉才要追求啦，所以有感动有感觉，定下这感动感觉定下有时无咧，像迄水安尼，有时烧，有时冷有时滚有时冷叽叽。所以真正的敬虔是啥物？我今日无啥物感觉，我真无用，但是我有哪要学习亲近上帝。今日真忝真侪代志加做的，我暂时要短时间甲主亲近，因为你搁超转来，甲上帝对齐的时阵，你真侪遐操劳，遐心内的物质就无去啊。所以纪律的操练，就是用意志选择敬拜上帝，毋是用情绪等候感动。意志，我应该礼拜日我毋通为着落雨莫去啦，压淡去毋好啦，会感冒啦，就是讲我就是爱去，我要去。毋是用情绪，我今日期末之好才要做，若是心情歹就无爱做，这拢是纪律咱拢知影做兵，也是一寡操练你就是无迄个借口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努力，是因为这个属灵的操练、敬虔的操练有真重要，就是转化你的婚姻，改善你的家庭关系，甲咱的目标对应上帝，佮对应伫你的家庭。参与属灵敬虔的操练，咱的下一代你若开始做家庭的聚会，做伙聚餐，做伙旅游，你的囡仔后摆伊会记载，讲阮兜阮4大人，因互阮的信仰是活出来，毋是讲好听的，毋是讲敢听道理那听。所以知识也毋是快乐，实践出来的知识才是快乐。敬虔毋是理念。是活出来敬虔，才是见证。咱拢真知影，甲人传福音、传道理你的实践互人看，你的做人互人看，你的疼心互人看，比你讲较侪的圣经知识佫较重要。所以，咱的教会毋是要成做一个听道理的人尔，是要成做一个活出真理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既然中会有这个邀请。这个毋是一年的代志咱是一年，至少到2030年，咱希望逐年拢爱来推动，互你的习惯慢慢建立。后摆你毋免讲，你嘛会晓做安尼才是正讲咱信徒提升的一个重要。所以咱立业志要成做一个行道的人。兄弟姊妹，特别咱一直咧强调，拄咱教会要行至50余年，拄一个招兄弟姊妹10个做伙一个行动的目标。所以呢，一个家庭有伊的文化，一个教会嘛有伊的文化。文化决定氛围啦，氛围决定方向。制度会塑造行为，文化是咧塑造人的心。
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款的文化，就有什么款的教会。当人问讲，啊，恁富强教会是什么教会？你还要甲讲无？讲阮的教会哦，啊，就伫东区啦，哦，伫中华东路甲东门路遐啦。你敢会晓讲这个外在啦？你敢会晓讲？好，讲到富强教会吼，哦，你讲一大篇，因为感觉讲对这间教会足认同的。啊，这个文化有疼心无？大家聚会有热情无？大家有认真在追求无？有咧认真传福音无？这就是文化嘛。啊，咱问讲，这个文化是落实伫咱富强教会。咱之前无定咧推广一个足简单的操练，讲口田、练田，啊，过来，啊，这个简单就讲的尔，有咧做无？啊，来到礼拜堂吼，啊，看到你吼，啊面吼，啊凹嘟嘟吼，啊，这个喙皮足大粒安尼，讲啊，到底有口田无？啊嘛无啊，啊无咧烧借问啦，啊，所以这就是文化嘛，毋是干那标语呢，啊，所以兄弟姊妹。文化毋是搭伫墙仔顶的标语。最近吼，咱教会吼，哇，有一寡54年的标语。你有注意看到今日投影片无？咱用新的投影片，你有注意看吼？咱右上角遐吼，就是咱54年啦，吼，富强50，向神奔驰拢出来啊。迄 logo 一个倒字形的8，就是无限，50的无限，这拢是咱的。兄弟，咱的青年吼设计出来呢，啊，放伫遐好看呢哦，啊是你真正讲有影向神奔驰哦，啊叫你要走啊，连行都变单要奔驰，哇，迄都无实际啊，敢毋是？所以文化毋是伫墙仔顶的标语，是画出来的模样。你有一个愿景会当激励人，但是你要持续，才会当互人留咧。你讲啊，阮富强是一个什么款的教会啊？是来都无实际。人就无要来啊！文化是种无声的规律，引出咱的行动，改变咱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我邀请咱大家，今仔日开始，你决志，你毋通讲啊8项哦做袂到啊，莫规矩莫做，若无7就是0，安尼毋通。8项上无嘛，我做一半，对毋对？啊，无做好60分敢好？啊，8项哦上无做5项，按就60分啊嘛。啊，做上简单的先开始做。像你个家庭食一顿饭敢有困难？啊，本来就咧食呢吼，啊，大家小带来佚佗，啊，这嘛有困难袂啦。啊，开始要专家做伙 RPG， 也是做这家庭这段，哇，招足歹招，上无招1摆，招1摆若气氛好哦，你就定来要招啊。邀请咱兄弟姊妹，这个敬虔8步，甲这张图卡放到你的手机啊内底，你小可影一下讲啊，这8项我到底倒一项上简单先来做。你若一项会做，你就要做第2项。到最后你讲啊，8项我拢真容易啦。吼，啊，毋是讲100%，咱拄有讲，我拄拢100分吼，咱足完美啊。有影？我一年，咱啊对会友来讲，3年读1遍圣经，读1本圣经，啊，我真正做有那困难哦。啊，无4年敢袂使？你有读比你3年做有够较要紧。愿主将即款的规律赏赐咱，啊，咱教会呢有甲迄个白纸布道法吼，印做一张即款演练的指导手册，有台语版的，有国语版的。啊，你搭配合即张吼，配合即张卡，你即个先操练了会晓啊。你甲你的朋友、家内的人，还是小组的人操练了，啊，你真正摕一张吼，有挂落的。啊，摕10块，啊来去对你的朋友，先对你熟悉的朋友，袂甲你付出去迄款的吼。啊，你著好朋友讲，来啦，我招你食茶咖啡啦。啊，一个条件就是你听我讲即张啦，吼，啊，你招伊啉一杯咖啡，听你讲即张讲10分钟，安尼啊，伊应该袂排斥嘛，袂排斥啊。啊，所以是万事起头难，无毋对，望咱做伙开始。时间的关系，咱要做伙来。祈祷啊，来吟诗准备要来做异地的祝福，咱三个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这个福分3个35啊，敬虔8步的操练。虽然有一寡阮平常时无接触，行了阮做袂好，总是主你爱阮，有开始比做完美更较好。
愿你互阮真正为着敬虔的操练，会当成做永生的应允，这是阮所要努力的。愿主你赏赐阮在座兄弟姊妹，大家通有份参与，互阮对上简单的做起，阮就发现，当阮慢慢进入习惯，这个困难就消除。阮就要看见阮的成果甲进步，领受一个对天来的祝福。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有一个短短时间要诚做。